正道，你相信圣诞节是一个噩梦的日子吗？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姐，今年的圣诞节，你要甲上帝讨什么？你敢有相信伫圣诞节咱的祈祷，咱甲上帝所恳求的圣诞礼物，主要听咱的祈祷，你相信吗？愿咱的所听的天父上帝，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应答咱每一个人对心中的祈祷。咱的囡仔伫圣诞节前拢会点到这个蜡条，因感觉这是教会活动中间的一个环节。但是我相信这个囡仔，因咧点到蜡条的时，因拢感觉，因伫教会中间是上宝贝，所以因才有机会通点到这支蜡条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用恳求的心做伙来做礼拜。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的疼。你相信圣诞节应该是带予咱噩梦的日子吗？愿咱亲自回应，邀请咱的主耶稣。伫咱要读圣经的话进前，我要邀请咱个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伫你的圣殿来聚集，阮要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。互今仔日的礼拜是阮敬拜主耶稣的日子，阮恳求主你通过这个礼拜，互阮的心、身、灵拢得到上帝你圣神的欢喜。阮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对你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听阮恳求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相信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32年前，我甲陈牧师做伙受派来到这间教会。我第一摆下讲道的题目叫做“收拾噩梦的上帝”。我真感谢上帝，因为迄个时阵对阮来讲，这间教会是一间真清楚的教会。但是今仔日我咧回想讲，32年前迄个礼拜的题目，就是一个年轻的传教者对心中为着伊所侍奉的教会所发出的祈祷。我其实一定无啥物印象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为什么我伫遮尔短2礼拜的时间，伫我准备第一届的讲道，我会选择迄个题目？可能是中集有甲我分享这间教会心中的需要，可能第二小会议长嘛有甲我讲起德堂教会迄个时阵所拄着的情景，所以上帝感动我伫第一礼拜，我就甲上帝祷讲：上帝伫圣经中间所记载，你是互绝望的人得到噩梦的上帝，所以阮的礼拜是一个呼叫，是一个宣告，互这间教会伫上帝的保守中间来得到改变。手机长老伫我侍奉伫德堂教会的大概第6年的时，手机长老甲我讲到，因早期伫教会中间的心声，伊讲。阮当时感觉这间教会是连上帝都无爱点的教会。我毋知手机长老也会记得，伊当时甲我分享这句话：伊无歹意，伊嘛无失志。伊的意思是感谢上帝讲，上帝有改变阮。因为虽然阮感觉真孤单，虽然阮感觉这间教会真欠缺。但是上帝是一个收拾人噩梦的上帝。我噩梦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咱拢安尼甲上帝讨，无论是为着咱共同的这间教会，或者为着恁的家庭，或者为着你个人的人生。兄弟姊妹，凡事相信，
凡事恶妄，凡事吞论。因为这个上帝是一个想事恶妄的上帝，信的人就得着。愿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组织，也鼓励你每一个人对心中甲上帝讨。咱的上帝是改变绝望的上帝。圣经对阿伯的汉开始，一直到耶稣降生，医治青眉、摆开、破病，甚至列撒罗伊的节节。咱的主耶稣，咱的上帝，是人伫困境、绝望的中间听祈祷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会讲到的题目，我才会问恁讲：恁相信圣诞节是一个恶梦的日子吗？愿咱做伙用祈祷的心，来甲上帝讨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恁来做一个明白主耶稣所带来奥妙的基督徒。咱要甲上帝祈祷进前，咱首先需要深深来思考讲，伫我生命中间需要什么？耶稣讲：你毋免求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因为迄是外邦人的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所期待的是什么？是伫地里的吗？还是伫天里的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圣神感动你，开你的目睭，互你对心中安尼祈祷讲：主，我知你甲我为着我陪伴伫天里呢，是极水无比，是一个荣耀奥妙的愿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毋是干那每一个圣诞节，是每一摆我若亲近你。伫清早的时，伫阴暗的时阵，伫礼拜日的主日，每一摆我若求耶和华你的圣尊名，所以你就听你的囝儿，听你的查某囝的祈祷。愿咱的上帝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伫今年的圣诞节，祝福兄弟姊妹，互恁温上加温，互恁满满有愿望。愿天父上帝所想事，那个美好的盼望，一个奇妙的愿望，彻底上改变咱的人生。也这你期待吗？咱甲上帝讨讲，对即时到永远，主你的恩典无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天父上帝的中间，读有上帝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圣经中间每一句话，咱若用认捌上帝、信靠上帝的目睭所读的每一句话，拢要带来极大的邀请，互咱对心中甲上帝讲阿们。保罗祝福伊的兄弟姊妹讲：愿主耶稣基督以及听咱的天父上帝，伊将永远的安慰、美好的愿望来赏赐互恁。阿们嘛。兄弟姊妹，如果咱今仔日所拄到的情景，你感觉真沉重的大头，你感觉心中真空虚绝望，主讲我要成做恁的安慰，我要做恁的天父，你要做我的囝儿，我要将一个极好无比的愿望放伫你的人生。不但安尼，嘛放伫这的囡仔，这的青年。您的爸爸妈妈爱你们，天上的上帝更爱你们。所以上帝讲，伊要将一个极好的愿望来赏赐互这的青年。愿咱当心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。愿咱兄弟姊妹，拢是一个伫妈妈的腹肚、伫妈妈的胎的内底，就带愿望来出世。昨参加阿比亚伊的妈妈的告别礼拜，我才知影，伊的妈妈是一个伫愿望中间出世的基督徒。后来我就回想因捌甲我分享讲，因的家庭嘛是第4代到因
的基督徒。大笔的基督就是安尼。伊讲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愿望。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愿望。也即，咱所共同敬拜上帝，是毋是你的愿望？愿咱经历，愿咱领受，愿咱嘛将即个愿望放互咱的囡仔。每一个囡仔伫伊掉胎伫妈妈的目肚内，伊就是一个基督所得到，伊就是上帝所欢手。伊讲伫胎的内底，你就扶持我，我要常常学落你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到代代，互恁的囝囝孙孙经历着。伫圣诞节期中间，伫欢喜、欢喜、欢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礼拜，咱得到愿望。愿望这个字，伫圣经叫做 tikva。这个字是足水的字，我毋是故意要甲恁解说圣经的原文，毋是。因为恁若读中文的圣经，恁就无法度读到迄个真正的意思。愿望的意思就是愿望，有无属你加讲的？你免甲我讲，我嘛知愿望叫做愿望。兄弟姊妹，愿望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蛇啊，足奇怪吼！意思就是我用一条蛇啊来拔掉我所期待，将上帝所赏赐我的迄个恩典，我用蛇啊甲伊拔掉。我记得细汉的时阵去夜市啊，有一种游戏，即摆改做用迄个棉仔纸咧箍金鱼。古早有一种游戏，就是用钓钩，啊，伊用迄种蛇啊是做烂的，捂着水了就会断去，哦。啊，迄条蛇啊，亲像棉仔纸做的，啊，有一个钩仔伫遐，啊，你若当钩迄个水桶内底迄个鸡龟啊，你钩几粒，你的米就愈大。兄弟姊妹，迄个故事我想到圣经中间咧讲，这条蛇就是掠条愿望的蛇。也即圣经中间伊所讲愿望。意思就是一个记号，是你看袂到，但是你伫基督中间，你期待将来上帝的应允。愿望就是心所求、心所期待、心所说，然后上帝将一条愿望的绳放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就掠一条条，听个吧。这有一个故事的典故，这毋是圣经的文字的翻译。约书亚差遣伊的12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城，伫遐咧看迄个耶利哥城，然后因伫迄个要攻击这个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产业进前，因去探。伫迄个危急的中间，这个探子因人要甲因掠。所以一个家庭就偷偷甲伊藏，啊，然后对迄个城墙顶悬甲伊垒落去。恁会记迄个故事？迄个探子讲：当阮讲以色列人讲即个城的事，你就伫你的窗啊吊一条红绳，阮就无攻击恁的家庭。恁若无照安尼做，恁的死亡就无归伫阮的责任顶悬。愿天父上帝将一条愿望的锁匙、愿望的锁，放伫恁的手中，互咱伫上帝面前掠条条，主甲咱三个地地。所以保罗讲：凡事相信，凡事愿望，凡事吞论。啊，这你相信什么？我相信看会到的。我相信摸会到的，我相信掠会到的，我相信我有材料食落去的，或者我相信迄个天顶我看袂到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教会甲我讲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
上帝。你仰望什么？仰望这地上这清用，当然这真重要。但是有一项比这更加重要，就是上帝赏赐咱生命的阳光，互咱成做一个做人有满足、骄傲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仰望迄个有价值的仰望。最后，保罗讲，凡事吞忍，吞忍的意思就是吞忍，但是吞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听候。伊的意思就是你恭敬、安静，用祈祷来听候上帝的准备。你既然有仰望，你就恭敬伫原地，伫你的祈祷的中间，我靠信心甲仰望来祈祷。吞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保罗讲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所有的信望爱仰望中间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你会当无真清楚了解你所信的信仰，但是你就讲主啊，虽然我无了解，但是我就愿意信啊。无论咱有了解甲无了解，只要咱心中若有上帝主耶稣听望着，就已经完全啦。无论你知影要安怎祈祷，无论你是毋是真清楚知影迄个有价值的仰望，但是你的心中若安尼甲上帝讲，上帝无论怎样有你的听就够额，遮尔单纯的心，真正上帝就讲有够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目睭搁较深，心内真正的意思。伊最要紧就是字根，叫做 meno。湖泊 meno， 湖泊是 in，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。但是 meno 的意思就是听候，用敬虔的心伫上帝的面前，坚持你的立场，坚持上帝所应允的。你讲主啊，你的信息永远无落空。这就是代表讲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信息永远无空空到万世代。愿兄弟姊妹，咱明白，咱享受，对你少年到你年老，对你这代到你后代，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的故。兄弟姊妹，有领受无领受，拢安尼宣告。就亲像32年前，我甲陈牧师做伙，有上帝所予阮这个宝贝的机会，伫这间教会，我相信，伫这间教会是一世人的故，是一条永远行的路，是一个永远的军队，也是一个永远的见证。所听下，这恁愿意吗？你愿意这个主永远到永远，是你的倚靠，是你的仰望吗？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听放伫咱的中间。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做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咱用祈祷的心宣告讲：上帝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，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仰望。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仰望。我无爱搁用迄个钓钩啊去钓迄个鸡龟啊，我要钓迄个搁较有意思，用仰望的手来掠着我的耶和华，我的上帝。醒起来，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，为着主经营，灵魂有新的看见，知影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备办的，是何等的宝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永远到永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真正是我的上帝，你也是我的仰望，也是我的宝贝囡仔的仰望，到代代无尽。
愿上帝改变咱原来心中所期待的，互上帝改变。因为咱原来期待有咱的主张，但是愿天父上帝用伊的道路，用伊的念头改变恁的念头。因为主的先知安尼讲，主的道路关过你的道路，主的念头关过咱的念头。因为我将迄个恶梦放伫天顶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。今仔日恁伫敬拜信靠祈祷中间，恁要经历着上帝对天顶所想事的恶梦甲稳定，但是将来想事搁较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恶梦是咱一礼拜、逐礼拜，这个福音是咱一礼拜、逐礼拜拢咧听的福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日日目睭搁较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和华就是咱天顶的恶梦，耶和华嘛是咱伫地上恶标阳光的恶梦。愿主叫醒恁。也愿上帝光照伫恁的内心，互恁忽然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知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知啊。伸出双手，甲主祷讲：主你的恶梦，我的恶梦，是对天所想事。现在注意听，圣经的话讲，咱的恶梦是对天顶来的。咱的幸福是对天顶来，咱的恶梦嘛是对天顶来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上帝所想事咱的恶梦是真实，阁有利益。上帝所想事咱的恶梦是真实，阁有利益。愿天父上帝开你的目睭，开咱的耳孔，开咱的心门。因为主讲，我为着听我的人所有庇的。会记得吗？就是圣心要踮伫你的内面，彰显主耶稣伫万世代所温藏、历世历代所温藏迄个救恩的奥妙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明白，圣诞节最大的奥妙就是耶稣家己。有耶稣就有一切，有耶稣就有真实的恶梦。所以圣诞节毋是百货公司的圣诞节，即卖其实全世界拢咧过圣诞节，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但是因无甲叫做圣诞节，因叫做耶诞节。兄弟姊妹，你要过耶诞节还是过圣诞节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主讲：我听恁。我听恁，甚至将我的至尊的基督圣囝赏赐互恁。也再请听天使所讲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。上帝听咱，毋是别人哦，兄弟姊妹，是听咱每一位。上帝听咱，咱来肯定甲主讲。主啊，我知啊！主啊，我相信。主啊，我要听候，甲主耶稣亲亲结连，因为我相信主耶稣要带来我顶头生我生命式的恶梦。就亲像保罗讲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要成做新的人。不过再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。念头亲像囡仔，习惯亲像囡仔。我要脱去所有囡仔遐幼稚，我要长大成人。主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一切换新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圣诞节拢是新的节期，每一个节期圣诞节拢带来新的恶梦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这是一个荣耀的恶梦。
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的生命是花头喜面。咱毋是敢若穿新衫尔，咱是有一个新的荣耀，就是主耶稣降临伫咱的中间。亲像咱的主耶稣伫山头顶悬，伊伫基督中间，伊的面容充满阳光，互伊的学生看见，互世间人看见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既然记伫圣经所有的话，我拢相信。主让我所听所有的噩梦，我嘛拢抓条条，因为圣经讲噩梦就是说，主我相信，我要用恭敬的心，用珍惜的心，我要抓条上帝你所予我的一切噩梦。检查我这代无完全，但是到后代我会行顺，一代比一代更加享受上帝你的甘甜。凡事吞忍，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这个吞忍的意思，就是恭敬静静伫原地听候，坚持你的心甲愿望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帮助咱，因为代表讲，咱的上帝爱咱，咱的上帝真爱伊的囝儿，常常甲伊塞奶，常常敬拜伊，甲伊讲阿爸天父。我来啊！你实在真好，阿爸天父，你有所有一切信息、良善甲慈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常常亲近上帝，做咱的帮助，将你的愿望甲上帝讲。咱的囡仔会点到拉条，咱会当恭敬伫主的面前，咱跪落也好。安静坐咧也好，咱对心中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是我心中的愿望。因为主耶稣讲：求就互你，你相信吗？主耶稣讲：拍门就要甲你开，你相信吗？愿主听咱的祈祷。第二，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逐摆恁读圣经，逐摆咱做礼拜。认真听讲道，毋是牧师的讲道有偌尔了不起，毋是，是用你的心来听圣神的声。既然今仔日咱的主题是愿望，那安尼兄弟姊妹，你伫教会这个年日，敢有互你清清楚知影，伫上帝的手中有为着你备办什么种的愿望？愿咱伫主的面前用祈祷的心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无明白，但是恳求你教示我。主啊，我都无明白，但是求你将这个奥妙向我显明。今仔日的圣经最重要就是这句话。上帝讲，上帝通过伊的罗伯保罗讲，上帝愿意叫外邦人认捌伊的奥妙。通过什么人？通过基督徒。所以下半段讲，伫你的心中有耶稣基督，所以人就看到荣耀的愿望。伫你的生命的内底有耶稣基督，所以你的亲人就看见迄个愿望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捌听见你的亲人学了你的信仰讲？因为你的信仰和你的生命改变。保罗所讲，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奥妙，因为耶稣基督踮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人就安尼讲：今仔日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。这就是愿望的奥妙。然后保罗搁讲，上帝要通过恁，互恁的囝儿孙看到愿望。愿天父上帝。互咱读有上帝的话，彼得另外有一个功课劝勉，伊讲恁爱安静心中来思考，上帝将恁的愿望放伫恁的内底，
恁就有真多一个喜乐、满足。为什么？噩梦的理由是什么？恁爱常常想，常常准备，然后当恁的囡仔若问恁讲：“爸爸，为什么咧？逐摆你若讲到这个信仰，你拢充满信心、肯定？”你就该讲：“囝，因为上帝是你的爸爸的倚靠。”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主的面前有这种活我的信仰、活泼的信仰，对心中的经历甲肯定，互这个噩梦改变咱，然后用感恩、温柔，解释互你的囡仔听，解释互你的亲人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圣经中间第一要紧，就是重新做人的噩梦。以前我行伫黑暗中，以前我凡事用家己做中心，但是今仔日我用耶稣做我的主。对今仔日，因为伊的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圣神踮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自由。心中噩梦，随梦死，犹佫过要佫活。放落肉体的软弱，病痛死失，常常是困着人最大的绝望，无可奈何。但是基督徒却相信，有一日咱要永远未死，对吧？永远的活命。心中噩梦是真的，是活泼的，是互咱有快乐的，是互咱有平安的，是互咱有自由的。英语叫做 The Living Hope， 英语的翻译讲是活跳跳的，是真实的。今仔圣经讲，耶稣基督奥妙是一个荣耀的噩梦。人看到你甲我，人对心中就一个hình模讲，伊有的我无，也在注意听。咱有的这个世界无，咱有的是这个世间用钱嘛买袂到的，因为这个噩梦是对天灵来的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噩梦放伫咱的中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将这个噩梦传予你的囡仔，传予你的孙仔，甚至传予你的亲人，传予你的厝边。圣诞节就是一个分享噩梦的节期。昨牧师伫咱教会的赖族群中间，有放一个影片，有一个诗歌，有一个影片，我毋知恁看有无，但是恁搁倒去看。真正庆祝圣诞节，毋是伫礼拜堂内底庆祝，毋是干那咱家己欢喜，是真多伫外面的世界，也需要主耶稣的人。兄弟姊妹，请听天使所讲，无你惊，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是管理万民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甲咱有关系，甲咱身边的人嘛有关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搁一摆听到天使甲恁讲。我所听的今日伫今年圣诞节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生活无搁再有黑暗的关系，甲你扭曲。你要讲阿们吗？什么是你所大欢喜的好消息？斩断一切伫你的品格、伫你的习惯、伫你的思想，有一寡习惯无好，都爱改。毋通互遐习惯成做颠簸咱生命的咒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稣基督就是奥妙，
迄支奥妙的锁匙。哥罗西书讲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迄支奥妙的锁匙。迄个奥妙伫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就得改变，得阳光。这句话一个真要紧，就是信主的人就要得到这个奥妙。但是第二个，人就要看到信主的人，然后因就看见上帝伫历世历代所稳重的奥妙。兄弟姊妹，你就是天使，咱嘛就是2000年前伫旷野中间宣告，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迄个天使同款，咱要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疼你，耶稣为着疼咱，伊来到这个世间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愿望带予绝望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加油！上帝大大使用你，互你成做一个将愿望传互你的子子孙孙。你若是你的家族中间第一个信主的人，牧师为你祈祷，大大祝福你，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。愿天父上帝互你成做你的厝边头尾。好，台湾话足水，厝边头尾，什么意思？厝边就厝边个头尾，家头甲行尾。愿天父上帝使用咱，将愿望带予欠缺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俄罗你，因为圣诞节又搁要来临。每一摆圣诞节拢是阮重新俄罗感恩的事，也是阮搁重新伫你的面前祈祷的时刻。至圣的主耶稣，阮靠无你，愿你带来荣耀的愿望，进入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的人生的中间，特别是伫阮的囡仔，互阮的囡仔的生命带有上帝你家己的荣耀，对他到因一生的路尾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拢互人看见上帝你为着因所陪伴阳光尊贵的生命。主，阮感谢俄罗你，我们要静静听候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愿望，凡事吞论，凡事听候。主，阮伫你面前用刻薄的心大声向你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